姊妹早晨。早晨。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節日啦，咁我就邀請咗兩位好後生嘅弟兄啦，所以咧佢哋平時咧就大下咧就喐下啦，但係我今日見到佢都俾咗心機嘅，一陣咧大家就享受呢個不一樣嘅聖誕節啦。我哋一齊起立唱第一首《出埃及記》15章2節，我的詩歌因成了我的拯救，這是我的神，我要讚美他，他是我父親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詩篇103章17節，耶和華的慈愛永遠不離開你的心。讓我們在神的施恩寶座前舉起雙手，讚頌我們的神，願神悅納我們的敬拜。慈愛誠實。在此